哦，是嘞，迄个动呢，动是动，动，拢是动，我看毋对吼。动体、动性、动心、动情，共款的情吼。搁一摆变来，我心三位一体，白行心心相对。动体、动心、动心、动情，尊贵眼光无体。第三再变来，我心尽你的心，刚灵刚花满面，该人的心我人平行，好我的着定心。定心好，咱搁掀开信息第二首456首。456，耶稣的手扶持我。伊这呢是第一节唱完，第二节、第三节，到尾啊，隔壁这边搁来搁换到第一，迄个456首的头前遐有写一个和的第二节，搁下骹迄节的第二节，安尼结束。啊，第二站呢是唱到第二谱表的第三节的所在。好，咱唱一摆就知哦。好，第一节变来，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地行进，因爱那金也有我，好我灵魂安宁。我有听堂的声音，为解我心有无。因根根根动降临，想想安慰是我。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地行进。因爱那힘 연여我，好我灵魂安宁。好，安尼咱有线吼，就是第和的所在是第一谱表甲第二谱表这两节安尼好。咱今日练习到这，请咱甲手机关机，也是按静音，请咱闭慢心来敬拜上帝。就因感谢入伊的门，因乌落入伊的院，就感谢伊乌落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信息55首，我信全能上帝，
我信全能上帝，会众请起立，是。请咱永远起来，用使徒圣经来做信用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也处死，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路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做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要对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固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摆咱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8篇，启应文第8篇。我来刻，恁来应。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快乐。虽然有军兵在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按阵保护我。将我藏伫伊步边抗目的所在，当我的头壳得着举起，我要伫伊的步边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翕无见我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赞。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因你的道路指示我，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创造地，老疼叹世间人，永远至信的上帝，恳求你因你的眼光看顾我，互阮伫你的面前专心虔诚敬拜。主，你永远将无限的疼。到夜的恩典，赏赐予强比高仰望你的人。
将气力下伫身躯病痛、心神软弱的人。即时求主圣神满满管压伫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亲爱的上帝，你是无所不能的主，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当阮踮伫人生的低谷的时，你的话安慰阮、坚固阮。你用无条件的疼甲永远的约来激励阮，就亲像你当年对待巴勒共款。求主帮助阮，成做巴勒迄款忠心的仆人，会当放下世间的俗事，看重你的呼召甲使命，恳求上帝帮助阮，每一工搁较专心倚靠你，敬虔来听你，日日跟对你的脚步。搁一摆求你坚定阮的信心，无互世间的代志摇掣，帮助阮看见性命的境界，通互阮会当完成上帝托付阮的使命甲服侍。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乌鲁，咱请圣歌队因免唱的诗歌是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伫主有喜乐，伫主有平安，伫主有仁爱，伫主有愿望。圣经今日上帝的话记伫耶利米书45章第1节到第5节，伫周报的后壁面。我来读。犹大王约瑟亚的囝约雅敬4年，尼利亚的囝巴录将先知耶利米所传遐的话记伫册里。迄时耶利米对伊讲：巴录啊，耶和华以色列上帝论到你有安尼讲：你捌讲我有才会啊！耶和华伫我痛苦的顶面坚天忧愁。我脱开到亚sen，得着平安。当你着安尼甲伊讲，耶和华安尼讲：看啊，我所建立的，我要拆毁；我所栽种的，我要拔起来，全地拢安尼。你为家己都无大代志吗？无地都无。看啊，因为我要互灾厄降落伫见有火气的，总是你无论去倒落，我要互你捡着家己的性命。这是耶和华讲的。上帝话读到这，正道咱请姊妹牧师的题目是对黑暗中发出的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对你的话语，我会通得到平安、喜乐、满足甲欢喜。总是有时，阮伫阮的生活的各方面，阮袂记只仰望主你遮尔大的恩典，得到阮失落平安、失落欢喜甲满足。恳求主你圣神，搁一摆对阮来讲话，借着主你的话语，互阮的灵魂搁精英起来。愿咱的仰望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性命。阿门。最近牧师伫捷运站，我袂记得是倒一个捷运站，有看到一个广告。迄个广告顶面是写讲：生活样貌改变，生活状态不变。生活样貌改变，生活状态不变。好，即种的标语。迄时牧师的心内就在想讲，咱确实无法度控制咱环境的变迁，无法度控制生老病死，无法度控制忽然临到的危机，也无法度控制必须着爱临时加班、受苦昂的即种的情形。总是咱至少会当伫即种的过程的中间锻炼家己，互家己会当维持伫一个互家己感觉满意的一个状况。所以牧师迄当阵看到即个标语的时阵，我就一直在想，然后我就想讲，耶利米也是安尼啊。先知耶利米就是安尼，耶利米伫迄个一直行黑暗的时代，伊犹原坚定，伊持伊甲上帝的关系，伊的信仰，所以他的信仰始终维持在最佳状态。是信仰维持在最佳状态哦，无拄拄是伊的生活维持在最佳状态。耶利米对37章到44章，拢在讲南国犹大因伫信仰顶面的失落，渐渐行向国家灭亡的过程。就算讲耶利米和上帝的关系是遮尔啊坚定，伊也同款无法度避免遮的灾厄来临到伊家己本身。甚至，咱知耶利米也受到真大的迫害，受关押。伫即个过程，耶利米袂捌听到伊所期待的回应，伊也袂捌看见任何通得到拯救的先者，无有任何的先者。伫伊枵喙焦的时阵，无有乌鸦带饼摕来互伊食。伫伊咧面对众人，亲像好狮要吞食伊的时阵，上帝也无差派使者，将遮个好狮的喙甲伊封起来，拢无。耶利米伫伊呼召的规个过程，
一直拢在受苦。伫即世上，若是讲伊有得到淡薄的安慰，可能也应该就是愿意帮衬伊、陪伴伊的巴录。耶利米会遮尔啊坚定，是因为伊有确定上帝对伊的呼召，总是巴录咧。这位巴录敢有遐尼确定？可能是咧，这段经文是咧记载，所记载的时间是伫咧约雅敬犹太王约雅敬做王第4年的时阵。迄当阵，当时巴比伦太赢埃及，伊摕到巴勒斯坦即个土地的统治权的时阵，伫迄当阵，上帝吩咐耶利米，爱伊将上帝特别进行攻击、毁灭、审判这的信息讲互众人听，目的就是爱因来悔改、回头，然后得到拯救。总是这个话。这个审判的话，若是爱耶利米去讲，绝对是无问题。因为耶利米伊清楚知影，这是伊的呼召。总是耶利米迄当阵无拄好，伊当在受关监，迄就是讲伊是一个受约束、无自由的即种的情形，伊无法度自由出入，所以伊只会当找伊的同工巴录来讲巴录啊，拜托的，上帝吩咐我遮的话吼，你着安尼写起来。你写起来了后咧，然后将这的信息去读互众人听。巴录本身，伊本身的工作，伊原本是一个亲像幕僚的迄种的身份。伊从来袂捌徛伫，咱讲袂捌徛伫台前，袂捌徛伫会众的面前，安尼抵敌因就是挑战会众的底线啊。意思是讲，巴录伊进前伊的工作，伊所讲的话，拢是一寡，互大家听拢较无啥物问题的代志。总是今仔日耶利米爱伊去读遐个毁灭审判的话，巴录心肝内面皮破跳。因为这个群众过去是怎样去面对，怎样去回应上帝，佮怎样对待耶利米，巴录拢看在眼内啊！巴录拢看在眼内，但爱伊直接来面对众人，讲这个个人怨的话，伊的心肝是淡薄无解有平安，完全无平安。这个何牧师回想，我伫个高中的时阵，这个雷牧师嘛，捌进前也捌分享过。就是我伫高中的时阵，捌参加一个青年战斗营，地点是伫屏东一个跳伞的训练中心。其中一项跳伞的训练，就是爱对一个约略5层楼的高塔安尼跳落来。迄跳来起跳点呢，是经过科学的佐证。就是人类心理的最高点，是心理最高点是，你若徛伫迄个位吼，你会感觉你的心内迄个惊吓是上大的吼。当我要伫个，因为参加的学员很多嘛，大家爱安尼排队啊，一个一个爬起哩，啊一个一个跳落来安尼。迄当阵我就排伫个后壁面，我伫咧排队的时阵吼，我就为抬头看嘛，看一个一个安尼安怎跳落来。我就看到吼，有的学员吼，教练吼三催四请，因为他们在讲什么听不到，但是可以看到那个动作，三催四请，安怎撸半步吼，才愿意跳落来。啊，有的吼是就连伊放弃回头不爱跳啊。当然也有的是直接会跳落来，吼，啊有的是软骹箍伫遐，吼。等规半步，或者才敢爬起来，搁再一次的尝试。所以我伫地面上在排咧，安尼在看的时阵，安尼在上的时阵，我就心内我就想讲，敢有遐尼惊啊？吼，哎哟，那若是我，一定无问题啦。吼，迄当阵我实在是对家己吼有够有信心的，绝对无问题。我绝对无亲像迄个人安尼吼，也袂亲像另外迄个人安尼，我绝对袂亲像安尼。所以当我一个一个安尼爬起的时阵，我就很有盼望，迄当阵跪亭的中间，我非常的有冲劲，也很有盼望，就很想说展现一下自己这么
无所畏惧的迄种的情形。所以，当我完全所有安全的检查做了应该要做的遐个，我们咱讲 SOP 啦吼，有备的遐个动作。当我直接徛伫迄个跳裤的时阵吼，我伫位下底一看，哎哟，我的心内哦，错一个讲有够恐怖的，我骹腿会踹呢吼，雄雄安尼，因为迄当阵站在门口的时候，边仔的教练就讲跳嘛，啊跳的时阵我就伫遐踹，伫遐讲，哎哟，那真正有够恐怖的，哦，真正有够恐怖。我无当然第一时间我没有直接跳下去，因为我还在那边心内丢跳。直到身边的迄个教练在喊第2声跳的时阵，我才刚跳落去，好像我才回神，你知道吗？好，第一次的跳完全迄个已经那个魂不附体了。好，第2次教练在说跳的时候，我才回神，哦，对，跳，好，我就跳这样子。我想86内心的他迄个冲突吼，他心里的冲击可能也亲像安尼。对于一开始决定爱协助叶利米的时阵，可能叶利米叫伊来到伊的所在，讲伊爱遮的下，可能伊感觉啊，这简单的代志啊，吼，对我来讲，我就是做幕僚嘛。结果叶利米爱伊直接将遮的读互大家听的时阵，哎哟，哇，伊感觉。因为写毋是像阮即马安尼吼，那个纸张啊、笔墨啊，或者是电脑打字这么快，写爱有时间的。迄当阵的写物件的时阵，亲像我们如果说看一些古装剧，那个毛笔，你看那个毛笔字你是能写多快？好，迄写的伫迄写的过程，86的心内就开始一直在噼噗跳啊！哦，遮个话，叶利米，上帝甲你讲遮个话。敢着爱我安尼去别人讲，伊愈写愈无平安，愈写愈无平安。总是叶利米已经叫伊来啊，伊无法度回头啊。当爱伊直接面对群众，面对官长，甚至面对迄个约雅敬迄位王，86内心的惊吓愈来愈大。伊内心的念头，上帝拢知啊，上帝拢知影，上帝上细知86心内所稳重的迄个心声，就是今仔日的经文第3节。第3节，上帝借着叶利米甲86安尼讲，你捌讲，就是讲你心内其实你捌想安尼啦。86心内讲啊，我有知会啦，耶和华伫我痛苦的顶面加添忧愁。伫即个大环境，我已经看甲实在是足切心啊！今仔日你搁加添忧愁互我吐开到亚线啊！我连伊写遮的信息，我实在是吐开到亚线，袂得到平安。上帝深知86内心在想遮的，然后第5节，咱跳到第5节。上帝就86讲：你为家己都无大代志吗？你为家己都无大代志吗？目的都无。86是伫为家己都无啥物，圣经无写。总是伫迄个充满惊吓不安的环境，86为家己都无敢袂使。86为着家己来度无一寡代志，敢袂用呢？上帝吩咐86，毋通为着家己度无大代志，毋通为家己的未来来拍算。伫雅各书第4章也警戒咱众人讲，毋通夸口。雅各书第4章遐讲，恁连明仔载性命会变安怎，你都毋知。所以恁应该安尼讲，主，你若愿意。我就会通做即个，也做迄个。坦白讲，无人通完全交托。可能咱即项代志过了，会完全交托过去。总是咱若拄着下一项代志的时阵，迄项代志咱可能袂得过。咱的人生拢一直咧
学习要安怎来完全交托。无有人会当无为家己做任何的拍算。咱在工作的时阵，会拍算钱多事少离家近，会拍算这个工作伫未来的发展性。咱在养饲儿女的时阵，特别是现代，在养饲儿女的时阵，会图谋家己的资源有偌济，会图谋毋通互咱的囝儿输在起跑点。咱在奉献的时阵，也会暗算应该着奉献偌济，才袂影响家己生活的品质。咱在服侍的时阵，也会暗算爱保留偌济时间，互家己。在服侍的时阵，咱袂将家己的缺点拢暴露出来，写家己的名字，还是咱会借着即个服侍，会当满面春风，得到偌济普仔声。咱教会义上是诚做通荣光上帝的教会，总是有时咱内心的图谋，一直想要攻破咱对上帝的信心。意思是我们内心的图谋常常会泄露我们其实对上帝的信心其实还不够。直到咱无法度完全归荣光予上帝，反倒是将荣光归予咱家己的图谋。兄弟姊妹，咱千万毋通将信靠、顺服、交托变做是一个口号拿定。相信咱拢知影，咱的上帝是掌权的上帝，是会替咱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的上帝，是会当将超越咱人所会当想象的平安赏赐予咱的上帝，是公义、信实、慈爱、怜悯的上帝。毋过随望咱亲在者的一切，总是若有碰到会当互家己超越家己所会当掌握的遐个情形的时阵，咱是毋是会亲像热锅上的蚂蚁，就开始为着家己图谋？咱的心内袂输无有上帝。即使咱无法度放下为家己的图谋，无法度放下为家己的拍算。如果咱定定无法度用行为来见证咱对上帝的信心，若是安尼，咱就永远无法度经历上帝，无法度真实认捌上帝。咱若无法度真实认捌上帝，上帝的权能、上帝的信实、怜悯、慈爱，就甲咱一点仔关系都无啊！因为咱毋信。咱无法度得到这个，毋是上帝的问题，是因为咱毋信。主也讲，咱得袂到，就是因为咱毋信。全球暖化，冰原消失，海平面上升，全世界各地存在的粮食危机，或我们讲说抢夺土地，其实是为了抢夺粮食、抢夺矿产。抢夺，特别是现在有那个稀有的那一些矿产，我们常常为了主权，国与国之间为了主权在征战，在争夺、战争等等。其实仔细想，每一项不可逆的灾祸，拢是咱人为着家己图谋的结果，敢毋是安尼吗？今天我们面对整个全球化的走向，其实我们都不能当鸵鸟，也没有办法再当鸵鸟。整个环境、气候整个变迁，我们光是从气候来，气候就可以影响很多。因为所有的物种都活在这个地球上，会受到整个气候、洋流各方面的影响。每一项不可逆的灾祸，拢是咱人为着家己图谋的结果啊！整个大环境的灾祸，已经无法度借着移民就会当避免。移民已经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了。咱就来看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我们从这一点来看，
伊原本科技这项代志，伊原本是协助人类发展的一个角色，总是到伫一个程度，伊渐渐真做会当等同于人类人性。现在 AI 非常的兴旺，甚至到伫最后有可能会当控制人性的存在。目前咱所面对这一切，我毋对，拢是因为上帝有赏赐咱人类有智慧、有才能。问题是，伫全地球一路增长，已经突破81亿人口的这个中间。我说啥？以前我的印象还是60亿人口。那一天我就上网查了一下，2024年4月29号的统计数字，是我们现在已经突破81亿的人口。上帝有赐咱人类有这么多的才能，这么多的智慧，无毋对。问题是伫这么多的人口的中间，有偌侪人是无为着家己道无真实敬畏上帝的存在。其实就算讲是咱基督徒，都无拄是一定会敬畏上帝。有时啊，连无信主的人，颠倒会敬畏上帝。总是呢，伫这个这么多81亿人口的中间，有偌侪人是真实敬畏上帝的存在。所以对安尼，上帝当然会进行拆毁、毁除的行动。这一切，上帝伫启示录内面拢已经有警告，拢已经有预告啊。问题是，阁有偌侪人将上帝的话当作一回事。所以今仔日经文第40、第50、第40讲，耶和华安尼讲：看，我所建立的，我要拆毁；我所栽种的，我要背起来。全地拢是安尼，伫全地我拢爱安尼做。然后第50就讲：你无得为家己道无看，因为我要互灾会降落伫记若有血气的。互灾会降落伫记若有血气的，兄弟姊妹，咱无一个人会当避免啦。总是上帝应允讲，总是你无论去倒落，我要互你捡着家己的性命。无论你去倒落，上帝要互咱捡着咱家己的性命，这是耶和华讲的。就伫巴勒要想要为着家己的未来伫道无拍算的时阵，上帝真直接将巴勒内心的道无显明出来。上帝爱巴勒，感觉见笑吗？讲哈，你内心安尼想，我拢知影啦，你毋免阮创啊。上帝是爱巴勒，感觉见笑吗？毋是。上帝对巴勒所做的，就是类似清创的这个动作。就是你要面对现实啊，唔通不要再逃避了，不要再当鸵鸟了。上帝对巴勒所讲这么无客气、这么直接的话，颠倒成做巴勒心中真大的安慰。怎样讲呢？上帝的话哪亲像是对黑暗中发出的光，照入巴勒迄个充满忧愁、一直想要为家己道无的内心。我想一个人上痛苦的时阵，就是我毋知要安怎来做选择。这项代志，我要安怎来决定呢？减着爱插讲，减着爱试车，到一个程度，减着爱拔管。我得到若有肿瘤的时阵，我是要化疗，还是选择安宁？要继续投资落去，还是赶紧止损？是要继续忍受家暴、家庭暴力，还是着互加害人通得到应该得到的处罚？咱对咱的囝儿的长大的时阵，是爱互伊读学区的学校，还是挤破头怎么样？我想尽办法，我就是要给他挤进明星的学校。但是我的口袋又不深，
巴勒的痛苦就在于伊永远迄个为家己堕无的声音，一直藏伫伊的心中无刷走。因为无为家己堕无是无可能的代志啦，总是也是正常咱的人性正常会发生的代志。总是巴勒就是互遐个忧愁、遐个堕无一直藏伫伊的心内无刷走。今仔是上帝直接对伊讲清楚，就毋通阁为家己堕无啊，毋通阁为着家己堕无。上帝为互巴勒的灵魂精英醒起来，互伊通清楚看到家己的性命景况，也甲醒讲到底是一罪者有权柄来掌握未来，是上帝，绝对毋是伊家己。到底是一罪会当有权利来决定未来，永远是上帝，毋是伊家己。上帝爱巴勒悔改认罪，将遐为家己堕无的意念完全背起来，毋通互魔鬼有机会搅扰家己对上帝的信心，毋通互魔鬼留地步，毋通互魔鬼的声音一直咧互伊的内心一直咧搅吵无平安，因为拄则巴勒讲伊的内心完全无平安。上帝最后对巴勒讲：打以后，你无论去倒落，我要互你捡着家己的性命。当所有人拢往黑暗的迄个方向行去的时阵，当所有人拢摇头革面，无要听上帝的话，就一直往迄个黑暗迄个方向行去的时阵，只有耶利米有继续坚定行往上帝的光，总是巴勒咧。伫这进前，虽然伊表面上是耶利米的同工好，耶利米讲啥，伊就安尼写落来。毋过，伫伊内心的堕无，已经互伊毋知影、毋确定，到底是要为遮，还是为遐？到底是要？这我莫写好啦，我写总是我莫讲啦，你莫互我讲啦。吼，我还是和别人做伙为迄个方向行去好啊，为迄个黑暗的方向行去好啊。啊，耶利米吼，我知影你是足坚定的啦，啊，你行你的路，啊，我行我的路，安尼啦。伫这进前，伫上帝甲伊直接突破，直接讲清楚的进前，伊直咧不知道要向左还是向右。伊强要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伊强要互大黑暗来吞灭，亲像那个龙卷风啊，那个龙卷风在卷的时阵，若是较大的龙卷风，我们人会被吸进去嘛，很多东西就是被吸进去、卷上去、被破坏掉嘛。虽然牧师没有亲眼看见过龙卷风，也没有经历过，但是那个电影拢是安尼在播嘛。那么大的黑暗，就好像那个龙卷风，要把我们吸到那个黑暗里面去。今仔是巴勒这个性命，伊无互吸，没有被那个龙卷风吸进去，伊这条命实在是互上帝捡倒转来，确实是互上帝捡倒转来。这条互上帝捡倒转来的性命，巴勒找倒转伊原本应该爱有的款。伊找到伊原本应该爱有的平安，伊和上帝不再貌合神离啊！因为伊内心的平安，互伊无阁堕无，也无阁丢除。巴勒就将家己的堕无放下。根据圣经所记载，巴勒果然伊就照耶利米的交代，伫过年，因为遐抄足多，伫过当年所写的遐个，伊就读互遐个众人听。伊将上帝所要讲的、要进行背出、拆毁、审判的话，全部就照安尼去做。这是巴勒一生上荣光的时刻。这个荣光是上帝予伊的，因为伊有荣光上帝，上帝也要将伊高举。这是巴勒一生上荣光的时刻，伊替上帝做了应该要做的代志。兄弟姊妹，咱的性命其实也是捡倒转来。
咱是互主耶稣基督捡倒转来的性命。耶稣的宝血洗清咱，互咱通好胆周群上帝恩典的宝座，通领受伊的灵敏甲恩典，做咱逐时刻的帮赞。所以咱若犹原伫为家己倒无，咱就爱悔改。咱若定定无法度放手交托，咱若定定心无平安，咱就爱悔改。求主怜悯，帮助咱通脱离黑暗的关系，甲内心的迄种的欲望的引诱，坚定为黑暗的迄边越头，要毫不犹豫的180度的转头，往上帝的光行去。上帝的光，无论是倒一个时代，拢是对黑暗中发出的光。咱若坚定行往上帝的光，就袂阁一直陷落伫黑暗的内面。所以，咱着好好珍惜咱即个已经捡到的性命。顶次是迄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人，伊所盗无的，拢是要啉迄个啉了阁会喙焦的井水。所以，伊直伫盗无爱中昼的时阵，才来去抢迄个井水。总是当伊拄着耶稣，耶稣的话同款是直球对决啊！将迄位撒玛利亚妇人人心中迄个自欺欺人的谎言，甲伊突破，互伊通诚实面对家己性命的境况。伊念伊认罪悔改，无阁为家己倒无。耶稣的话成做伊性命的光，互伊通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咱进入21世纪，大环境的改变的速度是遮尔啊紧，虽然咱无法度控制，也若努力，总是咧，咱也着努力，互家己将家己对上帝的信心通保持伫一个对的状态。怎样是对的状态呢？就是咱着爱心灵诚实，啉食上帝的话，互上帝的话成做咱心中的光。放下遐个为家己的道路，成做一位通真实荣光上帝的基督徒。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常常会为着家己所喜爱的来道路，却毋是第一上帝计划甲业力。咱常常为着家己所会当掌握的来道路，毋愿放手交托。直到咱内心的声音哗哗吼压抑，无法度得到平静安稳。恳求主耶稣的手扶持帮赞，带阮越头毋看虚假，互阮的灵魂精英袂受世间的迷惑来羁绊，人生通伫主的内面得到安静。愿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回应诗，圣诗456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耶稣的手扶持我。会众请起立诗。
主是我心所欢喜，一心上我罪过，胸胸坚定心可以，祈求万世祝福。我着他们点时间，今后暗归去，天光中欢喜无限，彼此真爱上天，耶稣的手扶持我，安慰的心情。平安啊，引诱我，我灵魂安宁。阿门。请坐。奉献，咱请何塞同工。会众请起立。请坐。公道，即马公道的时间，我们就为着几项事来祈祷。头一项，愿真理的圣灵光照阮，互阮会当伫上帝话语中苏醒，在基督里经历苦苦国外的喜悦。为着基体陈德明、陈丽水、赖清光、汪林敬秀、谢丽慧、胡艺梅、林文成、陈秀龙、许章美、黄世琪、林以诺、李碧莲、杜昭、李雅娜、陈怡君、杨志坚、简荣志、沈淑慧、汪倩茹、顾陈荣瑞遗族、吴文崇、陈珠爱，为着身躯有病痛的人来祈祷。第三项，为着2025年年度事工研讨会甲预算会议顺利进行，愿主赐下智慧和信心，以及合一唯一的心。咱做伙来祈祷。
主啊，你是阮的光，是阮的拯救，是阮活命的气力。搁一摆感谢你引带阮到你的面头前。主啊，求你看顾阮的国家、咱的教会、咱的家庭，拢有主你的保守。嘛为着身躯有病痛的人，愿你亲身来医治因，互因恢复健康，来为你做见证。这时，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为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人生今日互阮，赦免阮辜负，清除阮赦免辜负阮的人，无顶传阮入伫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咱做伙来看下周报。教会消息，头一项，本主日下晡3点到11月11号，两位牧师要去参加北中的性别公益部性别公益在教会的实况与探讨，地点在万华，以及11月12号到13号参加生活与服饰新视野，结识累累在上帝园中的讲座，地点在新竹的圣君学院。周三晚间查经祷告会暂停一次。第二项，11月16号上午10点召开中纪会，请新当选的长职也要列席。下晡2点召开2025年事工研讨会和预算会议，请2025年新当选的长职以及各团契会长列席。第三项，11月24号是咱的感恩节主日为禾堂礼拜。礼拜中将进行大手牵小手向上献心献银的行动，回应上帝1年来引带加护佑。第四项，11月24号礼拜六将举办一家一菜的感恩飨宴，邀请兄弟分享拿手好菜，请欢喜预备菜肴者到1楼柜台登记，以免菜色重复。当天用餐后，我们会进行圣诞的布置，请各团契留意配合。第五项，2025年爱餐任线开始，一个单位3000块，请踊跃响应登记。第六项，教会备有2025年的精美月历，原则上1户1份，请至柜台登记领取。第七项，2024年的教会补助款，最后申请日是12月1号。请各团契会长甲辅导留意。团契消息：11月22号上午10点，熊尼团契主会，主理是一节牧师，还有圣诞歌曲的练习。具体消息：故刘慧英长老娘的骨灰已于上周五顺利安放于富德公墓，感谢上帝保守。第二项，11月15号中午12点举行故陈荣瑞弟兄、陈文和长老的午俗告别礼拜，地点在怀爱馆。使一切致哀事宜挽助安慰遗族，奉献明显，请来家己来看。上营信息511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会众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助，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于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
请坐。地岛闭会。